肖战哥哥，叔叔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战，在电影中饰演郭德贤。他是一个有一点颠三倒四，但是呢，心怀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很有血性的人。他睡着了。哎呀，那我只能选择反抗和保卫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稳感，让我觉得还好我们有现在当下的美好的生活。逃命包，逃命包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